请做伙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5章1节到20节，白话语圣经伫43页，白话语圣经伫43页。因就到海的对面岸，到吉拉心的人的所在，耶稣离开船，沿边有一个对喷雾中出来，拄着伊，就是互邪神附身的兵属，徛伫喷雾中，无人会白伊，虽然用铁链也袂下，因为豆豆用骹扣铁链绑伊，若是铁链互伊踹断，骹扣互伊讲喙，无人有气力通制压伊。暝日常常伫喷雾中，伫山内嗷叫，将石头家己伤。远远看见耶稣，就来拜伊，大声嗷叫，讲：至关上帝的囝耶稣，我甲你啥物干涉？我指上帝来恳求你，无得苦楚我，因为耶稣捌甲伊讲：邪神啊，就对迄个人出去。耶稣问伊讲：你的号做啥物名？应讲，我名是做赢，因为阮遮的真济，伊就切切求伊，无得赶伊出迄个所在。伫迄个山坪有大阵猪得讨食，因就求伊讲，找阮入遐个猪。互阮通入去，就允因，遮个邪神就出去，入伫遐个猪，迄阵猪就落山坪，撞落海，约略2000只，伫海里激死。各地的人走去，互城内甲乡下的人讲，人就出来，看所拄着是啥物怎样，啥物事怎样，就来就近耶稣，看见迄个犯着鬼的伫遐，互赢所绑的坐伫遐穿衫，遐知就惊。看见的人将犯着鬼的人所拄着的，甲规阵猪的事，拢甲因讲，因就求耶稣离开因境内。耶稣得要上船，迄时犯着鬼的求伊准伊甲伊去，耶稣毋允伊，讲：倒去你的家，找你的亲人，将主甲你行这个大事，甲怜悯你的，甲因讲。迄人去，伫底家抱你，报扬耶稣所甲伊行的大事，众人拢奇怪。以上，这本堂题目书来讲道。伊的题目是耶稣甲孤单的人，耶稣甲孤单的人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必听到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带领阮平安经过一礼拜，也感谢伫主里，阮有望有即个福气会当来敬拜你。阮恳求主你赏赐阮每一个人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开阮的心门，赏赐阮有属灵智慧，互咱会当明了。祈祷靠着所有名。阿们，大家平安。咱今年开始咧讲到耶稣甲现代人，咱已经进入到第4个。咱前个时阵，咱为什要讲这个？就是讲耶稣伊敢是，也是2000年前
即个人，甲现代的人有啥物关系无？伊是敢若2000年前来帮助以色列人，还是伫现代咱的情形，甲2000年前非常的无共款？迄阵的社会，甲即阵的社会，迄种情景，耶稣会当真正做咱的帮助袂？咱毋茫会当对几啊即个议题中间来看见耶稣安怎来帮助咱现代人。那咱伫1月初5时，咱有讲起耶稣甲罪人，然后咱有讲到耶稣甲病人，甲耶稣甲劳苦的大众。那今日咱要讲到甲孤单的人，以后咱继续拢总10个即个讲题伫咧。当咱讲起甲罪人的时，有甲咱讲到讲耶稣，咱有可能是拄仔咧最上帝无欢喜的事，就敢若行干净的妇女人，叫人掠着时，人带到伫耶稣面前时，最后耶稣讲：我嘛无要定你的罪，还是讲亲像迄个知影家己非常罪非常重，到伫耶稣的后壁，伫遐来流目屎，用伊的目屎洗耶稣的骹的时阵，耶稣也讲：你的神救了你，你通平平安安倒转。咱有可能真侪已经知影咱做了真侪无好的代志啊！你会愿意到伫耶稣面前来认你的罪袂？耶稣嘛要甲你讲，你的神救了你，通平平安安去。啊，是咱知影讲咱是一个罪人，但是咱毋知要用经倒一条路的时阵，敢若耶稣呼召利未即个学生的时阵，伊是一个抽象的，大家拢知影伊是罪人，但是耶稣呼召伊的时，伊马上放下所有的，就伫遐来跟着耶稣，成做耶稣的学生。然后即个福音临到恁中间时，你敢要把握着即个情形？还是讲我已经到最后，我已经罪恶非常的重，我已经无办法到要定伫即个甲耶稣做定时伫迄个最后1秒钟中间，讲求耶稣伫天国的时，会当纪念伊的时，耶稣讲：你今仔日要甲我伫倒远？连最后的1秒的时阵，你来悔改认罪的时，主耶稣嘛要帮助你。咱拢有可能是咱拢是罪人，伫这罪人中，咱有可能是中间这4样中间的一项。主耶稣要甲你讲，伊要来帮助你，伊要赦免你的罪，要成做你的帮助。讲到病人的时，咱讲起耶稣去医治一个胎膏的，耶稣要医治10个胎膏，用远远的所以来讲，你去互祭司看就好，因着拢得到医好啊。但是咱顶面经的圣经在是耶稣手摸即个胎膏的，伫迄个所在甲伊医好。胎膏大家拢看做真无好，胎膏也是一个世间人拢总甲架断的，身躯就已经受病痛，佮互架入伫山谷所在伫遐咧生活的人，即种的人耶稣要甲伊医治。但是咱嘛讲，即个主权交转去上帝手头，咱无一定所有的病拢会得到医好，咱愿意降服伫主的主权中间。咱但是知影主伊要帮助咱，伊要至少要修出咱有平安喜乐，甲咱三个做伙。劳苦大众的时阵，伫遐耶稣看见遮个人，哪亲像羊无牧者共款，咱哪亲像羊无牧者共款，遐尼需要有人来引带带领的时阵，主要将伊的真理、伊的话命，甲咱讲，咱就当照着安尼来行。伊嘛毋茫咱会当看见遮个还袂当信主人，伊毋知伊活的目的是甚物时，你也互伊知影。知影有一个主要帮助伊，要听伊。但咱今仔日要进到第4个，伫遐讲孤单的人。只要问讲，咱是毋是孤单的人？咱科学，咱看见这科技哪进步，咱的这种通讯就哪发达，但是咱看见人甲人的关系，人甲人的距离却愈来愈远。咱看见讲，咱的科技进步时，咱的物资非常好，咱会当享受真侪。啊，咱个科技内底是包括讲电话，你有手机伫倒位拢会使敲电话。啊，是讲若远伫外国时，你若无爱用钱，你嘛用 Skype。啊，真侪你毋来当敲着，个人看着，哇，足方便的啊！但是安尼结果引起是啥物？咱想着是可能遮联络方便，但是你毋知有想到一项无？你以为方便以后，你就较无去还没见着面啊？咱台湾话讲见面3分情。你若有见着面，两个人讲话时，伊通看见你真心讲的话，即个话到底是真还是假？你通表示你的即种，你对伊的即种对即种关心，真正出自心迄种在，为表情看会出来。但是咱已经失去即种关系去。咱甚至伫同一个大楼中间徛起，同一楼中间可能就是无熟悉啊，佫何况讲到伫规楼中间，咱若到以前的像。装卡去的时，规整个人差不多拢知影，一个外人入来时就知影这是外人啊。咱已经失去这人甲人的这个关系伫咧。
咱有一个新的名词，讲是宅男宅女，就是讲伫厝里拢免出外，规个月拢免出去，嘛拢袂枵死，所有代志嘛办了足好咧。因为会当透过电脑、透过手机、透过这物件，要食物件，电脑拍卖人就送来啊。钱若要转去电脑伫银行转入就好啊。这物件拢透过这个会当解决，所以拢免出门。人甲人的关系，因为科技颠倒伫迄个所在来看见，伊非常即种分离，距离愈来愈远去。我记毋知几年前是捌看见一个讲一个新闻，遐讲有人一个人咧有奖征答讲，你知影为即个我袂记地点对毋对吼？伫巴黎到伫伦敦上界近的路是安怎？哦，大家开始哦。就讲协和机啊、上近啊，啊是啥物坐倒一条路啦，啥，最后得到头顶是啥物？讲疼。你人若有疼，距离外远，拢总非常低。伊讲的就是即个关系伫咧。差不多一个月前先看过一个新闻，讲伫日本的所在，伊发现有一个老母甲查某囝死伫伊的所徛起的所在。人哪会去发现着？因为真久无看伊出来，所以尾仔才去看着。迄个老母，即个查某囝伊讲是60几个，老母大概80几岁。迄个老母是因为破病死去，但即个查某囝是安怎死的？是枵死。咱看咱这社会中间，人甲人的关系已经产生真大变，科技愈来愈进步，但是咱的关系却愈来愈无好伫咧。咱咧真侪人讲有啊，我逐工都去上班啊，所以甲人有拢有即个接触伫咧。但是实际你是干那表面甲人接触尔，你有建立迄个真正关系伫咧。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，毋是干那讲表面安尼尔，你有为心内安怎去哦？最近的即种诈骗已经几啊年来啊，已经互人惊到讲毋敢，决定的毋敢相信。这拢引起咱科技进步，颠倒一寡这无好情的是，对咱产生了真侪的一种问题伫咧。所以咱看见讲，咱有孤单无？有啦，无啦。因为我逐工拢按真侪人见面啊，嘛真侪人看电话、敲电话啊、看电视啥，我拢无啊。但是你的身心灵规个合作的到底是安怎？特别你若无即个信仰时，你的灵命真无好的时，你会感觉我咧毋知是要安怎。但是你若信仰好的人、灵命好的人，敢有影就无问题。圣经中间记载一段记载人物，列王记第18章、19章的所在，记载着一个先知以利亚。这个以利亚，伊的信仰应该非常好，伊的灵命非常坚强才对，因为伊家一个人伫遐来抬赢这个巴勒的先知450个，佮毋拿呢，佮赢这个耶洗别迄个皇后，伊的这个先知亚瑟拉400个先知。伊照着约翰列王记18章、19章伫遐所记载，伊安怎一个人伫遐出一个题目，安怎烧祭，拢无火会当甲即个祭物烧掉。你若你会相信的神是神，伊就会当做成即个事。结果因伫遐即巴勒先知、即亚瑟拉先知，拢无办法。伊伫遐祈祷上帝就将火为天顶降落来，甲伊所有的即祭物烧掉。所以大家拢知，只有以利亚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。所以以利亚就发起这众人将这850个先知甲杀死。伊毋但安尼，伊佫伫遐祈祷讲有3年半的时间无落雨，然后伊就开始祈祷的时，雨就来。咱看是一个大有能力的这个先知以利亚，但是刷落去记载讲安怎？这个耶洗别这王后。伊发现讲，伊的400个先知叫杀死时，伊就伫遐咒诅，讲一定要甲以利亚杀死，过两仔就要甲杀死。以利亚开始着惊，开始伫遐逃走。咱若看这圣经中间，讲伊走到即个犹大的即个别西巴，然后佫一直刷到最后是到何烈山去。咱甲看名词毋知影，你若地图直接看是，伊伫加比山的所在呢，是伫加利利的即个西边的所在，是伫巴勒斯坦的北边呢。到犹大的别西巴，迄是已经到南边啊。佮到伫何烈山，已经到西奈半岛去啊。当初摩西领受10条诫所在，这条是规个国家真长的一条路，一定要逃走。所以你通知影讲，以利亚是陷入一个真深的孤单、改一个人尔。
上帝安怎来帮助伊？上帝叫伊到伫即个山，伊秘伫山洞，到伊外口去看伊。上帝透过大风，透过大雨，透过即个地动，佮透过大火林，可以伫遐看见讲上帝能力伫迄个所在。过来讲，你着转去，你要去高抹两个人做王，然后佮高抹以利亚、以利沙做伊的学生，然后要来帮助伊。佮甲伊讲，伫以色列人中间有7000人无拜即个巴力咧，要请做伊的帮助来，你讲伊无孤单伫咧。咱看见上帝安怎来帮助伊的劳苦。伊知影咱欠缺的时阵，伊就要来帮助咱，透过种种方法的。当然，伫生活中间时，咱更加看到耶稣，伊要安怎，伊了解人的即种孤单，伊要来帮助人伫咧。咱来看讲耶稣，伊知影什么叫做孤单，因为耶稣伊家己伫圣经中间几啊摆记载就讲，伊家己倒转去到离开众人伫迄个所在来祈祷。伊倒我伫旷野的所在，到是山顶的所在去祈祷，甲上帝中间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。为人来看的，就是伊的身躯诚做孤单，伊单单家己一个人。到利亚所互受卖迄暗的时阵，伊伫克什马尼园，伊为着伊要去受难的这代志，伊伫遐非常的种伤心，伊种心情忧闷。华夫办公，伊已经心里甚是忧伤，到要死去同款。迄种是一种心内的一种挣扎伫咧，伊爱去面对着世界的一种苦难伫咧，伊要安怎？咱看见是一个心内的一种精神伫咧。耶稣伊知心的一种孤单的精神伫咧。那呢，耶稣最后定时伫家时，伊要用定时嘅上爱大的痛苦，伊伫遐家一个人担当咱世间人所有的罪伫咧。所以到最后，伊伫遐讲伊落伊念啊撒巴大尼，就是讲我的上帝，我的神啊，你为什么放杀我？这是一个灵的孤单。咱拢知影三一的上帝毋捌离开过，但所有真侪学者拢伫遐讲，即句话其实毋遐尼简单，讲耶稣要死啊定。耶稣迄个时段，迄段时间应该是甲上帝离开，家己一个人落阴府。然后伫遐太阳死死的关系，搁伫遐过活起来，从来毋捌离开的三一的神，伫迄个时阵离开，迄是灵是内底是偌尼啊种绝望甲孤单伫咧。耶稣伊捌经过咱身心灵的一种孤单咧。希伯来书的第4章的15节，希伯来书第4章的第15节，伫遐嘛安尼记载讲。因为咱所有的这些头，毋是卖话体贴咱拢总的软弱，就是凡事平有羞耻，那是无罪。即讲主耶稣，伊嘛有受着试探，但是伊是无罪，伊知影咱的软正伫咧。但是咱嘛会当甲即句话甲换做另外一种讲法，伫迄个所在讲，因为咱所有的这些头，毋是卖话体贴咱拢总的软弱，伊也捌面对孤单。甲咱共款，若是伊无互孤单所赢，无毋对。耶稣伊有面对试探，但是伊无罪，伊嘛去面对试探。伊面对即个孤单，但是原来伊无互即个孤单所赢。耶稣伊会当了解，伊会当体贴咱的即种孤单伫咧。咱看今日即圣经在中间记载伫马可福音第5章以及路加第8章，讲到共款的代志。伫遐讲到结了心的一项代志，有一个人叫贵妇心。伫个所在记载着伊的时，我甲写做6点伫即所在。即个人伊的孤单的灵魂是安怎？头一项，伫即个路加福音讲着安怎？讲伊无穿衫，啊无踮伫厝内，伊干那踮伫坟墓中间。第二看你讲，第二讲伊去互人用即种铁链甲即个骹点。脚镣啦吼，绑条咧，去用捆绑着的。第三讲啦，伊伫个所在家己带转去，然后佮讲好喙，无人会当压制伊。第四讲啦，伊日拢伫迄个所在，伫坟墓，伫即山顶伫遐大声在咧叫。第四讲伊用石头去伤家己。第五伫个所在讲着即个鬼的形象啦，是原来有一大群，伊叫做羊，群中的即种一羊共款遐尼侪。伫迄个所在，尾啊讲起因为这鬼到伫
即个猪的身上，然后猪跋落即个山岭的时阵，伊甲算讲才有2000个，所以讲即个赢大概是2000有2000的即个邪神伫伊的身上的意思。咱看见的是即个人伫即个吉拉心所发生的即个代志。咱看耶稣安怎面对即个？伫遐咱看伊讲，伊看见耶稣的时，伊就远远伫个所在来跪来拜伊，伊要求耶稣毋通甲因赶去，行做孤魂野鬼之类。耶稣伫遐问伊的名时，伊伫遐讲，伊就是一个，甚至伊袂晓甲伊讲是迄个邪神伫迄个所在对伊讲，伊是一个棍，一个影之类。耶稣就对将即个棍、即个影、即个邪神伫迄个所在甲伊赶开。稳准呢，伊会当到伫猪的身上，果然伊就到是猪遐伫遐来淹死去。咱看见耶稣安怎来帮助着即个人，咱会知影讲伊已经好起来。咱会知影讲伊即个邪神离开。咱看到圣经在伫迄个所在讲，迄个人过来看伊，看伊坐地穿衫，还在意思就是讲伊的心智非常的清楚的咧。华语版是讲心里明白吼。就是讲，伊是真清楚，敢参像一个正常的人，伫迄个所在。然后佫看伊讲，这个人来看你耶稣时，就惊讲，哇，耶稣遮厉害，一下来了，伊若甲伊，你若无甲医好时，只不过是一个人啊。你甲医好时，才变做阮损失2000只的猪日咧。伊无欢迎耶稣，毋望耶稣会当离开伊。这个人就毋望缀耶稣时，耶稣甲讲安怎？讲你着倒转去你的厝。找你的亲人，将主甲你行遮个大个事，甲所怜悯你的，甲因讲。耶稣无爱伊缀因去，爱倒转去甲因讲，因为伊毋望伊会当倒去甲厝里人，久久无做伙啊，会当做伙来团契，互伊不再佫会当孤单。向人来讲，上帝伫伊面前的怜悯，果然伊是安尼做，所以后壁讲安那，果然正人安那，伊就伫遐拢奇怪。这个人得到完全的医治力，你可能想讲，但吉来心迄个2000年前的，叫真名的鬼，甲附身，甲我有啥物关系？我无安尼啦，我袂去受到这邪神的即种甲颠簸的咧。但是我要来讲，咱真侪人拢甲伊的情形实在是共款的。耶稣要医治咱即卖现代这人，现在有啥物情形，咱拢有即种情形伫咧。头一个。咱有可能甲厝里人、甲朋友伫遐来疏离伫咧，咱常常关家己伫自我中心的孤单中的世界中间，咱就哪徛起伫分无共款，咱来对照着即个吉拉心的即个人，伊伫遐无穿衫，无踮伫厝内，独独踮伫分无中间。咱啥物真常就安尼？咱常常拢自我中心，一切拢是干那我若定，咱无一定无爱听人的劝勉，无爱听人批评咱的，一切拢自私非用家己中意，毋是哪亲像安尼个。咱关伫咱家己的分无中间，咱甲厝里的人、甲朋友，真侪表面敢若有咧来往，但是其实咱拢关伫家己自我中心的孤单中间。咱哪亲像迄个吉拉心、迄个互鬼附身的人，伊共款的情形。第二，咱来看伊讲，咱常常去互罪，去互药物，去互即个网络，去互情欲，去互金钱，去互贪婪，甲即个物欲伫迄所在甲绑做伙。即哪亲像迄个吉拉心的人安怎？伊去互骹口，去互即个体链甲绑条咧共款。咱虽然无即个肉体，无即个身躯，看咱物件甲咱绑条咧，但咱常常互即个物件绑条咧啊，咱去互罪绑条咧。咱去互毒品绑条咧，还是别项物件，还是讲食面嘛是会使，还是咱去互即个网络，咱从伊足侪有囡仔有即个青少年的即个爸母，伊定定伫遐说，我毋知要安怎。当因接受到即个网络了后，定定伫遐上网，伫上网时间比读册时间加足多伫咧，毋知要怎甲苦劝，你甲电脑甲关起来，我要伊就去外位，因遐已经去受到即个物件束缚伫咧。咱顶面差不多一个月前吧，迄个惠尼休斯顿，迄个真有名，迄个歌星，伊嘛是基督徒啊，但是伊尾仔去即个毒品伫迄个所在，互伊袂当离开迄种捆绑伫咧。咱人受到真侪捆绑，虽然咱无参与即个体链骹扣甲咱扣掉，
但是咱却想着这物件甲咱扣掉。有人为着即个金钱，我活伫世间上较重要就是趁愈侪钱，就伫个所在绑掉。我无即个 iPad、New iPad 出现已经出来，我无去买着一个袂使的。哇，心思意念就是拢安尼，顶顶遮叫遮物件绑掉的咧，就哪参是吉拉心即个人共款。第三，咱来看，咱开始无受到伦理道德的种规范的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若介意着，我若欢喜就好啊。咱无受到这拘束的，咱看见飙车族的人，随便行过就人拍，我都要徛个铁物件共弄无，掠着伊的时问讲你哪安尼？无法，我还也无完无受，但是我就是欢喜啊。已经无受到这物件拘束的，甲迄个吉拉心有啥无共款？吉拉心的你甲绑掉了，你甲扣掉咧，我甲弄断，我甲讲嘴，我无受到人的压制的咧。咱看起来敢若甲伊无共款，但是其实咱是甲伊共款的。咱常常有一种无受到这种伦理，无受到这种道德的规范的咧。特别咱讲后现代，咱讲后现代的种主义啥？后现代主义宗教人士非常的担心的，因为伊所强调是啥？每一个人的主张你要尊重，所以你袂使讲我毋对。人比上帝较大，神权愈来愈无力，人权大过神权。咱看美国就是安尼，美国是神权为主所建立的一个国家。清教徒教伫美国去遮建立的，因为宪法是照着圣经的教示写出来。即摆竟然讲伫学校中间要开会前，袂使祈祷，袂使读圣经的，讲安尼是违反了人权的咧。人权已经大过神权的咧，无受到这物件的拘束的咧。就哪参与吉拉心即个人，你甲扣掉无路用，我捅我嘴，讲我嘴了，我无受到人的压制的咧。咱毋知有即种情形伫了。第四项，人迷，咱常常伫孤单的心灵中间，伫遐来行化。咱照着音乐，照着咱的西装打扮，我着照我欢喜的方式，伫迄个所在要发出内心的即个孤单会伫遐来咧发出来。吉拉心迄嘛共款啊，迷日常常伫坟墓中间，甲伫山内伫遐嚎叫。为什么伊就爱家己迄所在咧嚎叫？心内的即种困迫、即种孤单，无照着安尼袂当，又无照着外在，无办法伫遐来显现出来。咱嘛常常看见咱真侪人标新立异，还是啥？咱袂使讲伊毋对，但是伊到底是毋是心内有即种苦楚伫，咱毋知。但是绝对是无啥共，有啥物问题伫咧？咱啥物我常常会照着安尼，就敢若吉拉心迄共款。伊家一个人伫孤单伫迄个所在时，伊就照着暗时伫迄所在来发起。伊常常看见咱的行为伤害着家己，人会去自杀，人会去做一寡会当伤害家己，食毒品就是安尼。毋然呢，咱会去伤害着别人。这甲吉拉心迄个，伊用石头来咧伤家己，有啥无共款？一个孤单的人所做者，去离开这个社会的这个所在，独独徛起伫说，伊所描写的这几项中间，咱敢若还是无共款甲？咱其实真侪所在是甲伊共款的。最后咱看见讲，伊心内咱啥物心内有一大群的物件，这群是啥物？是情欲，是污秽垃圾的思想，是邪灵，甲咱捆绑着。就哪参就吉拉心迄个共款，有2000个约2000个即个群邪神，伫迄所在甲捆绑着者。咱甲圣经内底咧写吉拉心的即个人有无共款？因为伊安尼，伊真做一个孤单的人，无一个人愿意甲伊做伙。伊邪神遐尼侪邪神伫伊身上，哪敢和伊做伙？伊真做是一个孤单的人。毋那敢若看起来互人离开啦，心灵嘛无人甲伊相甲做伙。咱哪亲像讲甲伊无关系？咱讲咱非常的自由啊！我嘛足侪朋友的啊，我嘛想要做啥，我就当做啥物啊。但是咱看见的现代人，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形式的孤单。咱的心灵无真正遐尔得到自由，咱受了真侪即个捆绑伫咧。咱甲伊是其实是非常的亲像伫咧。咱看见耶稣对伊
会帮衬，甲医好伊，将伊心中这魂，这个邪神甲赶掉去，互伊穿好、坐好好，衫穿掉，坐咧衫穿咧，搁伫迄个所在看起来非常正常的。主耶稣嘛要安尼来帮衬咱。咱看见的是，因为伊知影咱的孤单，所以伊就要医好咱的孤单。耶稣伊嘛愿意要来孤单，咱心灵内底即种情欲，咱的即污秽垃圾，咱的邪灵，伊嘛要来讨棒，咱会当对罪、对即个药物，也伊个网络、甲情欲等等这物件，这拢是一个真大群伫咱的捆绑着咱的，伊要互咱得到讨棒的。伫着讨房了的时阵，咱看见啥无共款，伊就坐条咧，衫穿咧，佮非常诶，即个海菜哦，海菜我是，即个我听无吼，你毋知听我无吼？海菜意思华语版就是讲你心智非常的清楚，你是一个正常的人，看起来不再是迄种无正常，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人。耶稣要帮助咱，对遮个捆绑中间。互咱为无穿衫、无带做伙，完全无受到苦束的人，敢若一个完全毋知影家己文化你是啥物名，啊讲袂出来的人，伫迄所在诚对是啊，衫穿好好，坐条咧，诚对一个正常的人伫。耶稣要帮助咱，你愿意互伊帮助无？帮助了时还无够，代志还未结束。伊伫迄个所在要缀耶稣去，因为遮个人可能伊乡下人讲已经无要接受伊，所以要缀耶稣去。耶稣不爱互伊缀去，耶稣可以讲你都要倒转去，倒转去从啥？已经孤单伤久啊，厝里人已经离几月，你爱倒转去到厝里人去，甲你的朋友重新再过来建立一个团结关系去。你要互众人看见讲上帝稳定伫你身上，会看见逐人拢伫迄个所在。感觉真稀奇，真感觉讲哇！上帝恩典哪会遮尔大？上帝行大事伫伊的身上。2000年前，吉拉辛的即个孤单的人，因为伊互邪神附身伫咧，伊离开所有的众人，到伫一个所在，逐人拢无要甲伊做伙，伊毋敢甲伊做伙。即种的人，甲咱有关系无？咱嘛是亲像安尼，只不过是无共款的形式啊。拄啊讲究这6项中间，我相信咱加减拢有。主耶稣要帮助咱，伊要帮助咱伫即个现代人中间有即种的孤单起来。所以伫遮要甲咱讲，你的心灵是毋是常常感觉真孤单起来？你是毋是心内甲生活中间已经有一大即个群伫咧？各式各样的即种群，伫咧甲你捆绑伫咧，互你永远袂当得到心灵的平安甲喜乐，也袂当得到你生命的即种满足的。耶稣伊家己经历过孤单，伊嘛知影即个孤单，所以伊嘛要为着你我伫孤单家一人伫即个十字架顶，伫遐担当咱的罪。伊嘛要真孤单，伫迄个所在负担所有众人即个罪孽的时阵。伊愿意要来医治你的孤单，要来讨帮你的灵魂，你毋知愿意更较亲来认捌伊，接受伊的救恩，邀请伊做你的救主啊！伫伊的听中间，会当得到真正的讨帮。你可能甲牧师讲，我已经基督徒啊，我早就已经认伊做救主，我嘛捌耶稣啊，但是你有孤单无？你有拄则讲到遐情形，你有真正捆绑伫你的中间无？你有无爱照着即个人的规定，咱逐人的规定这样来行为？你有亲像讲，你若出去外口时，看到咱外口写的咱迦南文化中间，真诚、感恩、给予、和睦、创新内底要对抗遐有啊无？你若有的时，你就受即个捆绑伫咧啊！你是干那知识中间知影有耶稣来啊？知影耶稣会当来解决你，知影耶稣会当帮助你，知影耶稣要来救你，安尼若定，啊是你真正甲耶稣发生关系，伫迄时有一亲密的关系里，你去掉伫伊，伊诚做你性命的这个救主啊无？你有照着伊的教示来行啊无？你有真正是安尼？耶稣毋是干那伫咱知识中间，伊也毋是伫2000年前才伫咧迄个耶稣来着，伊甲咱现代人永远有关系。咱现代人这代志，一早是拢总发生的。伊要帮助伊，迄阵也要帮助着咱。
你要安怎得到伊的帮助？耶稣甲咱讲，伊就是道路，就是真理，就是活命。伊是要到真理、到活命去的迄个道路。你若无照着伊，你就无办法到。真理是啥物？咱讲上帝话语就是真理啊！耶稣是上帝话语，耶稣道成肉体就是啊，带来上帝话语伫咱中间。你若无透过上帝话语的时，你变哪会当到得到活命？所以今年中间，咱只要用种种的方法，毋免咱逐个人会当读圣经。前咱嘛定咧鼓励咱，今年咱有特别来讲，咱做伙来努力，把圣经拢读一遍嘛。咱推动也当用每日研经释义。你若感觉安尼想要一年就要读煞，啊，你就照下骹所写。咱来看咱的周报，咱来看周报一下。周报第16页，周报第16页的所在，咱下骹迄个所在，咱有看到读圣经的进度，上顶头迄抓就是新眼光的。咱平时拢咧看迄个，但是迄个咱看见讲啊，伊无即个无照着即个次序，伊就跳来跳去。对咱来看时，常常几项圣咱定定看着，但是有诶咱无去看着。咱看下面的所在，这就是用每日研经释义。第二抓的所在，甲咱讲安那，你着照安尼看伊啊。5年读一摆，5年甲圣经读一摆。这对某种真侪人嘛是一种挑战，因为我做基督徒，你可能想我做基督徒已经几十年啊，毋捌甲读一遍。你照安尼行，5年你会使读一摆，佫有人会解说互你听。每日研经释义就写呢。然后你若感觉上班啦，5年才读煞，我要1年读煞会使袂？佫落去抓就是啊，一日读3章，你就当甲1年，甲这一年内底甲读煞。你讲啊，你佫上班咧，你会使一工读10章，大概4个月读煞。若佫上班咧，读20章，2个月读煞。咱伫遮勉励咱，你若有迄个真坚强的毅力的时，你会使照找你感觉你会当掌管的即种即种情形去看要安怎来读。但是遮勉励咱逐个，你在持续。逐工伫迄所在看上帝话语，因为迄就是真理，迄就是甲耶稣来发生一个正确亲密的关系。伊才会当帮助你啊！无伊要安怎帮助咱这孤单的人？咱受着遮尔多一个群、一个营，甲咱束缚着，咱要安怎得到帮助？耶稣透过真理要来帮助咱。你若无去受伊，你嘛无办法啦。毋望咱会当伫即个追求上帝、认捌上帝话语、进伫上帝话语中间的即个功夫、的即个代价，咱一定要付出的。上帝耶稣才会当诚做咱的即个帮助着，安尼也无够。耶稣讲，毋是干那你得到帮助，毋望你的亲人朋友嘛会得到帮助。迄个吉拉心，迄个人，迄个鬼腔关掉了，是要缀耶稣。耶稣讲无，你爱倒转去。倒转去厝呢，甲你的亲人、甲你的朋友，甲伊讲，上帝伫你身上的恩典，而且里面是啥物？当你甲上帝发生一正确关系时，你嘛感受到上帝对你的帮助。不管你是得着孤单，得着医治，你的病得着医治，你的罪得着赦免，你遮拢得着是，你爱安怎？爱去甲你的亲人朋友讲，诚做因的帮助。主毋是干要互咱得到帮助，主毋望咱拢会当应神益人，会当诚做别人的帮助。所以伫即个所在提出挑战讲，你毋知愿意伫即个礼拜中间为着主，为着某一人来做一项代志，这代志是啥物？上介好就是将即个好消息福音来传互伊，互因家己亲自来去甲主耶稣遇见神，亲自甲主耶稣来见面，来当着主耶稣就要诚做伊的帮助。今仔咱所看的是讲一个孤单的人，你我拢是孤单的人，因为咱伫身心灵中间，咱拢有孤单过。不管你是倒一种，主耶稣甲你讲，伊要来帮助你，但是你要付出代价，你要去努力，你要会当甲主伫来结连做伙。毋望主耶稣真正诚做咱现代人，这孤单的人真正帮助，咱当时来祈祷。
听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知阮的软正，你就到伫地面上来帮助阮。你伫地面上传福音的时，你帮助过真侪这身躯欠缺的人，心灵也软正的人。阮现代人也像阮共款，阮有做一个身心灵欠缺的所在。主，你要帮助阮，阮也常常有一大群的物件，填满着阮，捆绑着阮，阮袂当得到头放。主，你要甲阮讲，来放落遮的，就将主你的话语下伫阮的心中，就要请做阮的帮助。你也爱阮，毋若家己得到恩典，得到灵敏了的时，阮就爱将遮的来报人知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真正会当得到头放。毋是干那伫知识中间了解尔，是真正会当去领受着主你会听伫阮每一个人心中，阮得到完全的自由着，阮不再有过即个孤单，不再受到捆绑的。阮有着这献上阮满心的感恩。这时阵，阮也要同心用主你教示阮的新的改变，搁一摆甲主来利用讲，你着真心、真诚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，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。我用新的改名予你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你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。生